今仔日是旧历7月初7，人讲爱去拜月老公，也毋过伫咧台南桂林的林寿宫外口有一尊月老，虽然讲伊体是姻缘仆仔，也毋过煞定定互学生囡仔，甲伊当作是孔子礼拜，在地人是当作笑亏，拢讲有拜有保庇。 就是这尊菜伫庙埕边仔用切刀石所刻的月老公，手提银莲铺仔牵红线，原本是庙方单纯造景的艺术创作。2013年时，庙方配合保生大帝圣诞，才替这尊月老开光，互月老正式伫遮为众人排解感情事。咱早暗拢有咧拜啦，嘛有一寡咱的信徒知影的吼，拢有咧伫遐来遮拜。嘛有人讲吼，咧求姻缘的，还是讲两个好朋友的吼，来遮拢咧做祭拜。 其实，伫咧林寿宫内底，本地就防晒文昌帝君，特别若考试进前，附近的学校拢有老师带学生来拜。不过有真侪学生来到庙前，看到月老公，就甲当作是手提轮椅的孔子公来拜，搁爱人甲点名，才知影拜唔着去。仔细看，你会觉得他像可能孔子吧，要仔细看吧，太冲动了，太冲动了，还没有仔细看。 哦，有看过，因为归仁国中在旁边嘛，新丰国中也在后面嘛，对，所以学生常常会到这边来啊。哦、很多学生都把它当成那个孔子在拜，他以为他拿的那个是《论语》，其实他拿的是那个姻缘簿。拢无差，因为新村吼，人讲神通广大嘛，我逐人拢我都顾较焦点，我都顾姻缘，我都顾囡仔读册。 目前庙方早时暗时拢会甲月老公来上香，虽然讲拜唔到神，在人看是趣味，在地人嘛讲有拜有保庇，相信神明有神通，只要有诚心就有感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